西班牙人31年，佮发生非洲猪瘟疫情，有2只野生的死猪仔去验到非洲猪瘟病毒。那南韩嘛出现今年第6个病例，当局已经发布上严重的防疫等级。 西班牙的地方公共媒体2日以头条报道，非洲猪瘟上新的疫情，2只死去的野猪仔确诊非洲猪瘟。 Buenas tardes, señoras y señores. La peste porcina africana reaparece en nuestro país 31 años después de aquellos primeros focos. 野猪仔伫巴塞隆纳郊区发现，国内防检署赶紧宣布，西班牙猪肉甲制品2月开始禁止输入，若是国外炸入来，上当罚8万块；快递货运输入上当判7年。 西班牙每年输入台湾的猪肉伫1-2万吨左右，是第2大猪肉进口国。伫确诊了后，英国、中国这国家拢宣布禁止输入。防检署指出，对边境的检测发现，中国猪肉制品非洲猪瘟核酸阳性的比率依然是真悬。 大概占所有阳性里面的大概8成到9成，都是中国大陆。显示出说，它虽然没有通报疫情，但是从这个监测来看，它应该是有一些疫情。 那西班牙韩联社2月报道，中青南岛出现头一个非洲猪瘟病例，也是南韩今年第6例。官方将全国防疫提升到上悬的严重等级。对着西班牙伫野猪验出病毒，学者指出，这是互全球的防疫界拢惊一个信号，代表病毒已经伫这个环境活动，毋是单点的事件。 我们看到就是很担心，其实，在欧洲地区，你要防堵非洲猪瘟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因为它土地相连。如果一旦你的国家野猪有了，其实你要去阻绝它很困难。 李小慧讲，台湾无亲像西班牙，也是南韩，甲其他国家的土地有相接，野猪仔对别个国家炸病毒侵入的风险较低。不过，四面环海的台湾，上界烦恼的是民众炸入来、寄入来，也是走私。伊自头至尾拢呼吁禁止用喷来饲猪，尽管中央已经提出分阶段禁止，不过伊认为这尾一鼎子无到头，一车无清洗，一个看场共用这个底物件用喷饲猪，就是条病毒的高速公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